继续来看中华这张火龙果生命力真坚强，竟然生伫泥土骹5公尺悬的电火条仔面顶，而且阁来结出着7粒的火龙果。抬头一看，这火龙果竟然生伫离地5公尺悬的电火条顶面。第一次看过啊，这可以证明起来就是生命力的旺盛。这张火龙果，伊的生命力真正是有够坚强的。你看卖，已经有生7粒的果实啦。 而且还被细粒，可能或许它真的像恶魔果实啊！对对对，吃了下就有特殊能力，是不是？应该可以，或许你可以试看看。我不想冒着生命危险。居民讲，见证着大自然的力量，农业处推断应该是农民用来栽种的基调，去风吹到电火条顶面去，环境佫可能真适合，才火龙果伫顶面生长。空气中有一些养分，或是说，反正它就是繁殖性很强嘛，对土壤、气候的要求那个需求很低，所以随便哪个地方都会长。个火龙果像安尼吊伫电火条的，敢会影响到用电的安全呢？台电人员来到现场勘查，讲暂时没有安全问题，不过为着保险起见，也是该刷走。